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一句话讲，右手骹好命底，即马时代无共啊，敢有好命和骹手是错是右都无一定的关系。有的人认为有工课通做，就算是手粗白白，嘛是一件幸福的代志，就是算好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白，宝的白第5条。白是一款古早做田的家私，有一支竹棍啊，长长倒平，有一起一起，会当甲物件铺好平，咱讲是白啊，手白。依照材质或者是功能有无共的名，像讲铺草的，咱讲是草啊白；白刷的白啊，咱讲是刷白；啊，若是竹啊做的，咱讲是竹白；茶做的叫做茶白。用过茶白，嘛形容家己的牵呢，或者是形容女性足歹，咱讲是赤白白。当然，即马都爱性别平等，安尼讲恐惊会无尊重女性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白，像讲古早一句话讲牛、犁、白无半项的，意思是讲一个人做田的代志拢袂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绕白啊，本来是种一款绕墙的家私，某人讲是不求人，也就是绕墙唔免拜托别人。另外绕白啊，嘛会当讲是黑白去检举报消息的人，嘛会当讲是报马啊。第2个词读做粗白白，意思就是足粗无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支绕白啊，粗白白，搁一粒一粒，用来绕较接听，实在是有够力，足爽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白，也搁有一个音读做白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